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6月25日，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首先係 BBC 網站嘅消息。第一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諾福克郡 Norfolk 發生駭人聽聞嘅兇殺案，一名男子喺克諾特希諾持武士刀斬殺14歲男童，已被判謀殺罪成。第二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工黨司紀賢 Keir Starmer 力撐政府嘅福利改革議案，但逾100名工黨後座議員表示反對，令首相面臨黨內嘅嚴峻考驗。第三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薩默塞特郡 Somerset 嘅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正式開幕，數千人湧入會場，共同慶祝呢個被譽為英國最歡樂嘅城市嘅盛事。第四則新聞 BBC 報導，大曼徹斯特 Greater Manchester 市長 Andy Burnham 指控英國政府掩蓋咗核試驗退伍軍人嘅真相，並呼籲採取行動。第五則新聞 BBC 報導，詐騙犯 Thomas Robinson 欺騙豪華商店出售假冒嘅蘇格蘭種植茶，被判處3年半監禁。第六則新聞 BBC 報導，曾任英格蘭國家隊領隊嘅 Sir Gareth Southgate 透露，佢唔掛住呢份工作，並表示卸下英格蘭隊嘅壓力令人輕鬆。第七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將於今年稍後時間接待特朗普進行國事訪問，預計訪問時間為9月份。第八則新聞 BBC 報導，針對 Andrew Tate 嘅民事訴訟將提前開審，法官表示希望盡快處理呢宗案件。第九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政府將購買可搭載核彈嘅 F-35A 戰鬥機，以加強英國嘅核威懾力量。第十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警方調查2016年性侵案犯 Jackie Judge， 因其涉嫌喺巴黎迪士尼樂園 Disneyland Paris 搞假婚禮，安排一名9歲烏克蘭女童做新娘。第11則新聞 BBC 報導，牛津英語詞典新增多個蘇格蘭詞彙，包括 Beamer 臉紅、Bummer 權威人士、Tatty Scone 薯仔煎餅等，反映蘇格蘭獨特嘅語言特色。第12則新聞 BBC 報導，由於監管缺失 ，IVF 中介公司 Apricity 倒閉，導致英國數百名病人損失金錢。李小姐損失咗15000鎊，無法接受 IVF 治療，引起關注。第13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德文郡 Devon 野生動物園嘅2隻熊出逃並偷食蜂蜜後，社區捐款令熊隻得以再次享用蜂蜜。動物園負責人感謝大眾支持。第14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政府因擔心造成騷擾，未有主動追蹤 Post Office 醜聞嘅受害者申請賠償，國會議員對此表示關注。第15則新聞 BBC 報導，澳洲警方懸賞高達50萬澳元約24萬英鎊，冀尋回2001年喺澳洲被謀殺嘅英國背包客 Peter Falconell 嘅遺骸。第16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電信商 Three 嘅部分客戶無法撥打電話，但數據服務正常運作。Three 正在調查事件 ，ID Mobile 同 Smarty 都受影響。第17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赫爾考殯儀館案件開審，負責人 Robert Bush 面臨63項控罪，包括非法安葬、欺詐及盜竊等罪名。案件涉及35具遺體。第18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索美塞郡 Somerset Woody Farm 嘅 Glastonbury 音樂節正式開幕，數千人聚集等待週末嘅音樂盛事。第19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多塞特郡 Dorset 女子40年後尋母屍首，促兇手透露埋屍地點，揭示家庭暴力陰影。第20則新聞 BBC 報導，倫敦南區家庭受鄰居滋擾、噪音、刑毀、恐嚇不斷，房屋監察員指英格蘭投訴個案增長驚人。第21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將購置核武戰機，特朗普就伊朗以色列衝突爆粗，財相李允晴警告工黨議員勿反對福利改革。第22則新聞 BBC 報導，蘇格蘭鄧弗里斯 Dumfries 性侵案 BBC 調查揭露警方失誤，嫌犯於節目播出前被捕。第23則新聞 BBC 報導，威爾斯議會將決定 NHS 係咪可以協助末期病人結束生命，因應修訂法例出現爭議。第24則新聞 BBC 報導，北愛爾蘭教育局已指令學校招收 SEN 學生 SEN Reform 指家長不願子女入讀不受歡迎嘅學校。跟住到衛報網站嘅消息。第25則新聞，衛報報導 Esther 東主因銷售額下降陷入巨額虧損，負債累累 ，IT 系統轉換問題雪上加霜。第26則新聞，衛報報導，司紀賢 Keir Starmer 否認福利改革引發嘅反抗，韋雅蘭 Angela Rayner 指佢唔應撤回議案。第27則新聞，衛報報導，法國控告英國性罪犯，涉嫌喺巴黎迪士尼 Disneyland Paris 安排兒童假婚禮，涉及洗錢同詐欺。第28則新聞，衛報報導，喺2024年4月，37歲嘅 Marcus Monsell 喺英國倫敦 Hainaut 用武士刀斬死14歲嘅 Daniel Enjoin，被判謀殺罪成。第2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首相施紀賢面對工黨議員反對削減福利嘅聲音，指呢啲係噪音，並堅稱工黨內部喺呢個問題上仍然相當團結。第30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將會落實同環球影城 Universal 嘅合作，喺貝德福德郡 Bedford 興建主題公園，政府將會投資5億英鎊支持，預計為英國經濟帶來500億英鎊嘅增長。第31則新聞，衛報報導，中國對英國嘅出口額大幅上升，增加 16.1%， 反映中國公司希望避開美國關稅，轉向其他市場，英國或將迎來大量廉價商品。第32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擴大核威懾力量嘅計劃引發抗議，反核組織計劃舉行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增加核武器嘅計劃，認為會令英國走上核武前線。第3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副首相韋雅蘭表示，政府將會喺下星期就福利削減方案進行投票，儘管有超過120名工黨議員簽署咗修正案，要求暫停削減。第34則新聞，衛報報導，白金漢宮宣布，特朗普今年將會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但由於查理斯國王嘅日程安排，兩人未能喺夏季進行非正式會面。第35則新聞，衛報報導，英格蘭最貧困地區將會額外獲得22億英鎊嘅醫療資金，以改善護理嘅公平性。呢啲資金將會用於增加人手同資源。第3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政府計劃擴大軍校生隊伍，呢個舉措被視為對國防嘅理解至關重要。政府希望透過呢啲計劃，令國防同社會重新聯繫。第37則新聞，衛報報導，前首相幕僚加入 AI 公司，保守黨貴族里安布斯史密斯 Liam Booth-Smith 獲委任為 Anthropic 嘅外部事務主管，引發關注。第3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政治界出現新嘅分野，調查顯示年齡同教育程度取代階級，成為更重要嘅區分因素，而選制改革嘅支持度亦創下新高。第3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將會購買 F-35A 戰機，或再次喺英國本土儲存美國核彈頭，引發關注。施紀賢亦都有就呢件事發聲。第40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商業銀行獲批10億英鎊資金，重點投資8個關鍵領域。行政總裁路易斯泰勒 Louis Taylor 為應對疫情調查作準備。第41則新聞，衛報報導，最新研究指出 Uber
利用唔透明嘅演算法提高利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嘅學者揭露其對司機同乘客嘅負面影響。第42則新聞，衛報報導 ，Indeed 研究顯示，英國畢業生面臨自2018年以來最嚴峻嘅就業市場 ，AI 嘅出現令招聘凍結情況加劇，招聘廣告數量跌至7年來最低點。第4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政府未主動追討郵局醜聞嘅索償，避免騷擾受害者，至少60萬英鎊賠償仍未申領。第44則新聞，衛報報導，評論指 HS2 項目缺乏明確嘅商業需求，質疑政府浪費公帑，呼籲進行公眾調查，重新審視呢個高鐵項目嘅可行性。第45則新聞，衛報報導，貝爾法斯特 Belfast 攝影節展示生物圈主題，展出多個攝影作品，包括泥炭沼澤同海洋生物嘅景象。第4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埃克斯穆爾 X 華嘅稀有沼澤蠅蝶，因陽光充沛嘅春季，加上放牧牛隻改善棲息地，數量激增。第47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索美塞郡 Somerset 皮爾頓 Pilton 嘅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 Glastonbury 正式開幕，約20萬人湧入，音樂節將充滿政治色彩。第4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副首相韋雅蘭 Angela Rayner 確認政府將喺下星期就福利削減嘅議案進行表決。跟住到天空新聞網站嘅消息。第49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一名男子因喺英國倫敦東部用武士刀殺死一名14歲嘅男童而被判有罪，另涉及3宗企圖謀殺。第50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病人嘅死亡疑與 NHS 遭受嘅網絡攻擊有關。英國醫院表示，因網絡攻擊導致血檢延誤，病人不幸離世。第51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 ，Shell 否認正同 BP 就可能收購呢間規模較細嘅對手進行談判。第52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內閣大臣要求工黨國會議員撤回對政府有爭議嘅福利議案嘅修正案，避免政府表決失敗。第53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副首相韋雅蘭 Angela Rayner 拒絕承諾唔會喺下次預算中加稅。第54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歐洲之星 Eurostar 因電纜盜竊導致嚴重延誤同取消班次，令數千名乘客受影響。第55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皇室英皇與特朗普嘅私人會面將唔會喺國事訪問前進行，預計國事訪問或喺2025年9月舉行。第56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 River Island 宣布將喺2026年1月關閉33間分店，涉及 Beckton、Edinburgh 等多個城市，預計數百個職位面臨風險。第57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研究每年因狗主流狗受傷，或令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 花費約2300萬英鎊，建議加強安全留狗措施同訓練。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不過，我已經將每條新聞嘅標題來源整理咗喺 Paste 網站，連結已經放咗喺呢段片嘅描述欄度。你可以 click 入去，揾到你有興趣嘅新聞，再去睇返詳情。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